已繳全年農醫保之後，年終轉職工醫保，能唔能夠退費呢？喺我哋講到，不少人會面臨咁樣嘅疑惑：已經繳納咗全年嘅農醫保，中途因為工作等原因轉為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，那麼之前交嘅農醫保費用可唔可以退呢？呢個就涉及到醫保政策嘅具體規定同埋操作嘅細節，下面為大家詳細介紹。第一，廣東醫保政策嘅基本框架。廣東嘅醫保體系分為農醫保同埋職工醫保兩大板塊。農醫保主要係面向未參加職工醫保嘅居民、就讀嘅學生等群體，每年就集中繳費，按年度享受醫保待遇。職工醫保係由用人單位同埋職工共同繳納，每月繳費，參保人喺繳費期間持續享受醫保待遇。兩者喺保障對象、繳費標準、待遇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，而且按照規定，同一時間段內參保人只能享受一種嘅醫保待遇。第二，已經繳納咗全年嘅農醫保，一般情況下係難以直接退費嘅。現行嘅醫保政策嚟睇，農醫保與職工醫保係相互獨立嘅制度體系。當個參保人已經繳納咗全年嘅農醫保後，又參加職工醫保，已經繳納嘅農醫保喺一般嘅情況下係唔俾退還嘅。呢個主要係因為農醫保係按年度統籌，資金已經進入咗統籌基金池進行整體嘅規劃同埋使用，用於保障呢個年度內參保居民嘅醫療待遇支付，難以針對個體進行單獨嘅退費操作。例如，一位居民喺2024年12月31號前按規定繳納咗2025年全年嘅農醫保，佢喺2025年嘅5月就開始參加職工醫保，那麼佢已繳納嘅農醫保費用通常係冇辦法直接退回嘅。喺咩情況下可以退費呢？參保人繳納農醫保費後，未進入農醫保待遇享受期前，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嘅，醫保經辦機構可喺終止相關農醫保參保關係嘅同時，依申請為個人辦理退費、死亡、重複繳費、參加職工醫保、喺其他統籌地區重複參加居民醫保。亦即係講，參保人喺農醫保待遇享受期開始後，即係繳費嘅次年1月1號起，係暫停居民醫保參保關係嘅，個人繳費係唔能夠退回嘅。